基隆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疫情的冲击跟影响，对全世界的邮轮产业当然影响是很大。疫情总会过去，邮轮的产业还是会重新再复苏再回来。基隆也是2017年被评为是亚洲最佳的邮轮母港。那目前我如果印象数字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亚洲第2或者是第3大的邮轮母港。所以这个地位其实已经奠定。那基隆有这样的条件呢？说实在是因为它的区位实在是太好的关系，它就是刚好在整个东北亚的邮轮圈这个主要的航线上面所以基隆港占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优势那现在疫情的一个冲击跟影响，对全世界的邮轮产业当然影响是很大不过这个疫情总会过去邮轮的产业还是会重新再复苏再回来，因为它毕竟是一个非常容易让人去亲近，然后很舒服的去这个从事旅游的这种活动，特别是它是一家老小那全家共享的一种旅游的一种模式你是可以很轻松小的老的你都可以照顾到所以我相信这个邮轮的这个产业在疫情过去之后，相信它也会慢慢逐步的恢复。市长，你认为国内的旅游完全可以取代那个现在国外的现在目前的这个管控这边的空窗的？我倒不是这样子讲因为它会有几个不同的一种旅游的一种状况在每个县市其实不太一样比如说国际的一个商务的一个旅客对台北市可能就影响很大那对基隆来讲，我们大概国际的旅客大概是影响大概是15个百分点到20个百分点那如果是像过去中南部，像高雄、垦丁，它很多都是陆客那这个还有当然就是陆客一缩减的时候，当然通通都不见了所以对我们基隆市来讲说实在冲击比较小。你认为这个疫情对于整个海关来说，就是这个邮轮的部分来讲，对于基隆的这些观光的这些产业来说，基隆的邮轮国际邮轮的旅客大概85%左右是国人，是国人因为我们是母港嘛，母港就是从这个地方出去，然后再回来。那挂靠港的话，才会比较多的是这个国外的境外的旅客所以我们大概国外减掉大概15%到20%之间其实大部分还是国人的一个旅客。那基隆并不只有邮轮的旅客我可能必须要澄清说明一下邮轮的产业是我们重新带动基隆的一个能见度，然后重新这个有新的一个发动的一个引擎，很重要的一个产业，但是它并不是全部。那因为在3、4年前，邮轮产业开始启动，让整个基隆的这个都市的一个意象完全改观。那再加上我们几个重要的观光景点都已经初步大概都已经整理整修完毕。所以现在其实国人一般在假日、例假日到基隆来游玩的旅客是非常的多，它不一定是大游轮，对，而且可以讲就是说更多的不是大游轮，对，但是大家可能是来看游轮。